乐团这几年参加新北市非常多的音乐比赛，都获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多次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音乐比赛获得佳绩。今天非常的难得，也非常的谢谢你们来到这里为我们的今天的全学龄的艺术飨宴做开场的迎宾表演，非常谢谢大家。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国立台湾图书馆的馆长曹馆长为我们大家安排，我们就掌声谢谢我们的曹馆长。待会现场的贵宾在聆听我们今天校长国小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之后，就可以往我们的中央的文化堂来移动，欣赏我们今天一连串非常精彩的全学龄的艺术飨宴活动。那么现场我们掌声来邀请我们的各位老师，我们也欢迎校长过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掌声。
people.